乡亲同乐比，大家来相比。大家好，我係朱海平。大家好，我係吳永平。哎呦，又来到了哦。打脸哈，昆表演欣赏这个人情的温暖。来到打脸哈，懂热情啊，那个乡亲朋友哈，就一直大天发，有奖有奖。再有奖，教主今天好好的欣赏表演哦。好，哎呀，表演之前哈，先来介绍3位评审欣赏。来，TV 分享。创作才启示币欣赏，一眼狗有情存时，王水雄欣赏，广播天腿 DJ 李飞敏欣赏。大家来看咯，好，准备好哦。2公演出8块来了。快乐。来看题做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钦定的，迄讲3位评审一致通过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今晡日我爱讲嘅故事，田村人。田村人是客家人特有嘅节日，相传是为了纪念王娘，连杀不田流传下来嘅。听讲上古时代，强公司康妃老准氏，两杀上长爱做王。强公司打输咧，阿多勇国气斗不足自散，天出团体，两只脚一蹬，蹬出长江黄河，跳起来头那冲到天堂，天堂立体一只空，天村地流非常凄惨。王娘看到人间暗彩歌，心感到真艰苦，就连食啥来补田，在手苗干，用火去补体痛。当然，秋乐正月20，大家出来纪念日，一直流传下来到今，就按到田村日。第田村日2日，客家富人家会建田板，今天来补田村。又因为赶怕改天来，我开天来流水，卡真天线为求烂田当，故所大家了田村，现下的台湾，青岛客家人还保留补田村。了田村嘅风俗，我嘅故讲到也未结束，按子说。掌声鼓励，欢迎你。新年我拍摄功法，有请纯也要欣赏的，第一讲的。哦，也说阿妹搞一旧嘞。其实细汉都挺爱学客家话啦。还一岁。佢都冇啊，佢都小低年级，哦，低年级开始，那他现在已经是高年生，哦，高年级啦，练青球的嘞，佢有县来嘅科嘛，哇，你好上进呢，对呀，对呀，你喜欢老师选老师的课是不是？对，那你觉得老师对你好不好？会不会太凶？唔會。佢對嚴格冇？愛啊，愛教學啊，愛是愛看嚴格啊，看嚴格吼。安尼樣會搞出慶賀嘅學生出來。有只出去參加老輩嘅慶祝嘅乜嘅演出啊比賽冇？有呢，最嚴去到來。最嚴我哋嘅加嘅口說藝術，我都參加全國的比賽。哇！教出這麼棒的學生，得意門生呐！也他們自己肯練啦，肯練肯學啦。多高，創業中嘅學生誒，盡量係呀，桃李滿天下了。好，什麼欣賞啊？什麼？剛剛的腔哈，歡迎下評審欣賞哈。唱到哪邊咧？唱到那個飛明欣賞。你講到動戰嘛，動好吼，平常時迄1、3年練習，也係有伴做得同練習。
同學練習。哦，老同學練習啦，你要會進步啊。你講到同學呢，發音有同標準，就是恭喜你哦，100分。哦，肯定啦繼續加油啦！啊，看3位評審先生本的分數，來。哎呦，你要跟我道歉，道歉，道歉3個字。好好笑，好好笑。你認識他？對啊，以前看比較大，現在變瘦了。現在變瘦啊？你認識他誰？對啊，大牛羅時豐啊。3位評審先生本的分數，來。哎呦，獎金拿出來咧！大家繼續好好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謝謝老師，請他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安子生。送上分享3位
姐，三妹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我看到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好，亲好。哎呦，一個神歌哦，一衝一定食。嗯，哎呦，明日鐵路卡衝係咪？有啊，當然都有練嘛。哎呦，出去表演俾人看嘛？有哦，有哦，有啊金某涵哦，他的行事历都排滿了。真嘅啊！我今天要去哪裡唱？幾場？後天這個禮拜幾場？一天大概可以排5、6場。哦，對，聲音好嘹亮哦。黑發臉啊，一唱出門就好山好水啊，係啊，越送越下。越多錢。那三妹姐好，之前待國外待了26年，26年，歸了在中美洲都中美洲，對，中南美洲，對。回到我們台灣，歸檔啊，呢一個台灣的好土地的時節，才發現中國的人類係安好的事情，尤其係從人哋客家歌，哦不得了嘞，哦一唱一歡喜嘞，哦就忘了他曾經待在國外26年，以為他在那邊土生土長的，係啊，哎，吼，有乜嘅經驗冇？做啲分享啊？來帶你係啊，你可唔可以轉來幾多年啊？轉來11年了，11年嘞，11年嘞。咁嚟談開那是幾耐都有個11年嘞，衝一個山歌都係衝了2班的咯，老師。是粉嘅荷塘，我都想到今日我就用到後三妹呢。三妹嘞，我們的歌神是誰呀？劉三妹咩？見到了幾聰明誒，嗰時候呢又衝了暗荷塘哈，上面的聲音哈非常的細膩，而且呢非常的柔，而且很嘹亮。嗰時候呢佢從呢個傳統嘅山歌嘅小調，非常嘅好聽。溫柔人哦，係啊，溫柔人哦。謝謝。評審欣賞有辦法一支同歌冇？嚟，謝謝。哎呀，獎金拿咗去啦。哦，摸得快一點咯，講完哦。好，接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各位現場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我叫雷恩，這是我的夥伴，來請大家跟他自我介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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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你要跟大家說大家好，我是誰誰誰這樣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誰誰誰這樣子。不是，你要跟大家說大家好，我是猴塞雷，我是一隻猴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猴塞雷，我是一隻豬。你是一隻猴子，豬，猴子，豬。你們說他是猴子還是豬？猴子啦，你看你身體。對，搞錯了，對。大家好，我是猴塞雷，我是一隻猴子，沒錯。你是豬，對。對呀，怎麼對？我是豬，不，我是猴，不是，我是雷恩，你是猴子啊？對，我是猴子，你是豬。你不能隨便罵人，你要跟我道歉，道歉3個字。好好笑，說好好笑。你要跟我講對不起。好，我原諒你。什麼？你原諒我啊？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啊，來到花蓮。花蓮是一個很多族群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講，花蓮的語言各處都有，有這個原住民啊、客家話、閩南話，很多，每一種語言都有它有趣的地方。尤其怎麼說？我來舉一個例子啊，像例如說，有兄弟2人，哥哥住樓上，弟弟住樓下。那哥哥半夜內急想上廁所，一推門把樓下弟弟吵醒了啊！就這樣一件事情啊，如果發生在原住民朋友的家裡，那麼他說出來的字數就很多。例如說，哥哥內急半夜一推門，怎樣？兄弟住鬼屋？怎麼？不是住鬼屋，他們住在海邊，濕氣重。那個門壞掉了。哦，對，門壞掉。再找哥哥一開門。把樓下弟弟吵醒了，樓下弟弟一看，哎呦啊，那麼晚的是誰在樓上乒乒乓乓又不講話，很可怕呢。弟弟講話很囉嗦呢，不，
哥哥有回话了。哎呦，是你哥哥啦，你不要怕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很快就回来了吼。哥哥讲话也很多。哎，对，这时候弟弟还回话了。啊，那个外面晚上天气很冷哦，你出去要多穿点衣服啦，要不然哦，你明天感冒的话呢，你的鼻子就会吐石榴喽。鼻子还要吐石榴？对对，弟弟又回话了。哎，我已经穿很多衣服了啦，你不要一直吵我啦，赶快让我上完厕所睡觉，我们明天再一起看那个客家电视台吼。你看吧，4句话多少字？哦，100多个字，你看是不是够热情？对对对。可是呢，如果同样一件事情，如果用我们现在讲的国语来说的话，就简单多了。每一句话只要4个字简单，对，简单明了。怎样讲？例如，半夜醒了，哥哥一推门，楼下弟弟醒了，楼上是谁？4个字，是你哥哥。4个字，你要干嘛？4个字，我去尿尿。你看4句话几个字？简单明了，16个字而已。如果这个事情用闽南话来讲的话，就更简单了。一句话只要3个字。3个字，对啊。怎么讲？你知道吗？哥哥一推门，弟弟醒了，什么人？是我啦，冲啥米？我放尿。对，所以那个台语比国语还要简单。没错啊。可是还有比台语更简单的哪一种？客家话客家人平时生活勤俭持家，所以讲话也节俭哦。省电话费啊。如果是客家人来讲的话呢，每一句话只要2个字。2个字，怎样讲？妈给，爱啦，做嘛？哦娘。对，所以客家话一定是全世界最简单的语言。就说你没研究。还有比客家话更简单的哪一种？英文。英文。对，你看哥哥一推门 ，Who me what？ 对啊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好精彩哦！你好，雷恩，嗨，真的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给我看到。真的，侯赛磊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侯赛磊吓我一跳。你越来越美丽呢。谢谢你哦，侯赛磊。谢谢。还有，你认识他？对啊，以前看比较大，现在变瘦了。现在变瘦啊？你认识他谁？对啊，大牛罗时丰啊。破产了。对啊，变瘦什么？他不是罗时丰啦，他这是吴永斌啦。哎呦，是啦。客家小王子啊，对，是，你好，你也很帅的。接话接得很快，这个练习要很困难。要演戏，尤其富裕娃娃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有时候这个在家里摆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恭敬，不能随便乱放。我们有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生命。对，像现在我要把它。因为我等一下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好，先帮我拿麦克风。我现在被你吓怕了，我知道今天有你我都很害怕。我这个比较严肃一点，委屈一下。好，要这样好，接下来轻松多了。你不是说要很慎重，然后就像在服侍神明一样吗？我平常都用脚踢啦，这次用的手丢，很慎重。好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，好，请你帮我拿下麦克风，我去拿出来，不会吓你，真的啦，是一个很棒的礼物。好，要多久？你去，杯子，来。这个有一瓶这个我真的从花莲珍藏很久的红酒，这很久，一看就知道有上100年了吧？真给的呢，真的呢。就刚好1杯，我们2个。你为什么说珍藏了那么久？为什么只剩下1杯都不到？我要表演这个魔术非常厉害，是我要在大家面前把这个红酒瞬间消失。仔细看哦。你不要给我说。不，用喝的吗？用数3。1、2、3。
我没有开玩笑，乱了，真的啦。我跟你说哈，来，请你帮我把袋子打开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请你不要再乱了，我时间不够，我要去买公正包子喽。现在我要把这瓶酒，在大家面前，刚刚是消失饮料，对，把那红酒消失掉，对，现在我要把酒瓶消失，眼睛不要眨，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表演过这一个。1、2、3，就变不见，瞬间消失。袋子要顺便带回去做回收，真的好厉害哦！这是其实都是我花钱请来的亲友团，花礼要花很多钱的。李老师请教一下，这样子很可爱，真的吗？啊，老师，你是不是知道藏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不会知道的啦。我跟小川老师讲好了啦，只有他知道而已啦，大家都不知道。你裙子穿那么蓬，裙子里面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好好听讲评啊，是。好，今天看了我们雷恩的腹语哈，就是说用都市功发了，冲冲哈，实在是某见胆。然后从他这里面的这个腹语的节目里面，让我体验到我们客家委员会一直在推客语的初级认证，然后其中有一句话，多学会一种语言，多一种能力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这个表演呢，可以鼓励我们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一起来说客家话。应该哈嘎巴，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哈。谢谢老师。有为的青年，对，真的是很棒哈。这个分数不好给啊，因为很专业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么随便还我想要赶快。你不要讲出来，我知道花钱，但是不要讲出来。可是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表演啊，哈，可以带动我们所有的人，气氛会非常的欢乐。你们大家都喜欢他吗？喜欢。谢谢你们。很可爱，对。那你们每个人要给他奖金哦。有这种事啊？真的，经费有限，制作单位没跟我讲这么多哎。对，赶快开分出去领通告费。好了，可能那个上面评审欣赏哈，有办法一支土沟嘛？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，你这样子还要方便夹吗？可以啊，夹得住了哈。好，不要掉下来就好了哈。是吗？那需要最后把它变回来吗？不要，我怕夹太久会太闷，会滴汗。谢谢各位，谢谢人。同情朋友们，大家有看到可以按精彩表演啊！你哋发言的同情，出彩有等你下个，所以呢有专业表演呢，给打电话来报名哦。冇错，今日辛苦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嘅参赛者，还有电视剧观众朋友嘅收看哦。向前同老飞，开闸来相比。